网络顶即阵是有传一篇台大儿童病院要请人的消息，小儿甲护病房值班的主治医师1点钟煞干那900块，引起讨论。不过台大病院的院长余宗仁早起是已经有出来解释，讲这值班的毋是算点钟的，这篇文章有可能是少年的医生咧敲洗家己的台牛。顶日网络顶出现一篇引人的普文，写讲台大儿童病院小儿科加护病房的主治医师1点钟干那900块，引起外界的议论。针对这点，台大病院院长余宗仁日前出面驳回，讲台大病院医师的薪水有本薪，嘛有服务的奖励金，值班的费用是照值班的情形加起来的，并不是算点钟的。整体月给差不多23万至24万，比其他的医学中心较好。北部的医学中心呢，在我们是列于前面的1/3以上。其实我们整个假日值班费呢，那是优于呢那台湾在台北的一个医学中心。那在我们的一个一般夜间的值班费呢，那也是排在前第2位。事实上，这几年少子化的冲击，真侪少年医师为着未来工课的发展，无愿意做小儿科的医师，嘛造成部分的病院小儿科住院医师招人有困难，连带影响小儿科加护病房值班的卡手。台北营总嘛讲，确实有小儿科的医师训练完了后，就决定离开，家己出去开诊所。那很多的选择到基层去开业。那不希望留在医学中心，我也看到了，今年4个总医师大概看起来都留不下来。那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科部或者是一间医院的这样子的问题，那其实需要全民的共同来面对。因为儿科长期的给付不足，再加上儿科整体的病人的数量量体的这样子的减少。台北市医师工会发声明指出，因为少子化，机动的人数少，健保的给付有限，若要靠治疗患者带来健保收益，互收入甲支出要拍的病是真恶。而且强调讲，这个引人的风波，嘛反映出政府爱关心整体医疗的生态，避免未来儿童急重症、较歹治疗，也是罕见疾病等等，因为无小儿科的医师来治疗，加造另外一种国安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